以色列将开放4点钟，北加沙有5万人逃难。联合国即阵点名以色列甲哈马斯拢犯战争罪。孟加拉政府答应甲生意工人调薪水，不过幅度是无够工会标准，工人甲警方起冲突，造成1个人死亡。中国并外交送去美国的鸟禽合约小说到期，彰化府的动物园阁送3只转去中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咱继续来关心加沙地区的状况。以色列在国际压力之下，暂时开放4点钟，或者北加沙的百姓赶紧撤离。这短短时间内，到5万人赶紧逃难。不过，这以军的步兵甲战车犹原是无离开加沙。佮强调讲，哈马斯是已经失去北部的控制权。也若是国际，这7大工业国是拢呼吁讲，以色列就要赶紧人道停火。联合国嘛直接点名以色列甲哈马斯拢犯战争罪。南爆发啊，关行李，一寡民众准备造反，规个加沙市拢伫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火下，以军车备搁再呼吁百姓撤离，估计有5万人伫以色列，互因的4点钟的时间离开加沙，去南部避难。毋过加沙即马世界拢伫烧战，运送入来物资无够供应数量真侪的难民，超过40间病院人员用完啊停止运作，若无法度救治伤患，也互真侪产妇甲新生儿出现危险。كل الأجهزة الموجودة أمامكم هذه تعتمد على الكهرباء، في ظل عدم وجود التيار الكهربي سوف تتوقف هذه الأجهزة جميعا عن العمل. 一寡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成员，尤其是医疗相关团体，伫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附近示威，诉求停战，并重视加沙地区精彩医疗卫生状况。联合国是提出3点捍卫人权，要求提供加沙地区有够的人道援助，释放人质，也甲终止占领。并且指出，双方拢有杀害百姓，拢有犯着战争罪，呼吁双方随停战。Let me be clear: the world cannot afford double standards. We must instead insist upon the universal standards against which we must assess the situation. And this is about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an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拜三伫约旦河西岸屯垦区领袖会面，谴责以色列强硬派对巴勒斯坦百姓的暴力行为。因为纳坦雅胡2天前才甲美国总统拜登通过电话，即届安尼讲，互人认为是美国施加压力罕见的讲法。以军目前持续伫北加沙地区巡守，国防军发言人表示，哈马斯已经失去对北方地区的控制。以军目前无打算全面停战，不过因为人道理由，会伫特定时间暂停攻击，互百姓离开。公司新闻两岸编译。所以来带大家来世界各地看抗议冲突的状况。头先先来中美洲的巴拿马，巴拿马的政府是按算延长乌东控的许可，这就引起环保团体网络抗议。昨日有一个查甫人怀疑是不满这路去互挡掉的，就讲是抗议才起冲突，开枪打死2个人。根据外国媒体引用的资料，画面内底这个白头长的查甫人是萨达斯，今年77岁。伊当咧家伫路边顶物件，影响交通的抗议人士争论的时阵，由于落地啊提出一支枪，了后甲抗议的民众放伫路边的障碍物刷开，双方冤到一半，萨达斯向开枪，头一个着枪的示威者当场全咧劈落，第二个人伫着枪了后，伊甲手搭伫倒边胸坎，表情看着真艰苦。无偌久了后嘛伤重死亡。了后警方赶到位，甲萨达斯抓起来，不过并无扣手铐，伊嘛无反抗，乖乖啊坐去警察车离开。这个事件，互报告外月以来，巴拿马社会对起来局面是更加紧张。抗争的原因是巴拿马国会10月份通过决议，而且由总统科索迪签署生效的法案，授权加拿大第一量子矿业公司会当伫全球上大露天式东控之一的多诺索矿区持续开采20年，期满了后，业者会当看情形，搁延长20年。这个法案引发部分民众强烈的不满，要求爱撤销法案，甲外国的矿业公司赶出因的国家。Totalmente constitucional, totalmente legal, para acabar de una vez por todas con ese contrato vendepatria y que tiene a toda la población en rechazo y abocado a la calle y no se retirará de ella hasta que sea derogado dicho contrato. 金融时报引用政治学者的分析指出，巴拿马的民众会持续激烈抗争，背后的原因，毋但是为着反对东矿的开发。
是物价大起等等，互百姓的生活是海惨。也佫有中央偏左路线的执政党，民调嘛真歹。无论东控开发案最后的结果如何，巴拿马侪年来营造投资环境良好的形象，即嘛是规个土土。目的甲摩根大通拢调降对巴拿马的评分。另外，按算明年5月大选，属于保守派前总统马丁瑞利，目前的支持率是大幅度领先。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镜头换来看病假啦，当地成衣厂的工人是抗议薪水上过低，所以讲政府即阵就开出加薪56%的条件，不过有关是无达到工会标准。所以讲即阵工人就搁就街抗议，说是意外甲警方起冲突，造成一个女工人死亡。另外，阁有真侪唔愿意接受加薪方案的工人，是直接去互头家开除。最近名家打生意工会是提出加薪水的诉求，传了几千几万的生意工人行起伫街仔路示威，和警方是爆发真激烈的冲突。拜三，有一个查某工人疑似互警方开枪不幸死亡。对顶礼拜甲打已经有3个人无命，这波大规模的抗争，初7总算是得到官方的回应。政府和资方和员工代表伫咧协商了后，是同意对12月开始加薪水56.25%。逐个月基本薪资提高到113美金，但加薪照工会拒绝接受。আমরা 25,000 টাকা চেয়েছি, সেই 25,000 টাকা তারা বিবেচনা করেন নাই, তারা 12,500 টাকা করেছেন, অর্ধেক করেছেন। এইটাকে বাঁচার মতো উপযুক্ত মজুরি বিবেচনার জন্য আমরা পুনর্বার তাদেরকে চিন্তা করার জন্য অনুরোধ করতেছি না, দাবি করতেছি।名家打是全球生意的生产大国，境内生意厂有3500间到4000间，生意工人到400万人这么多。当年的生意外销是占总出口的8.5%，生意产值是占 GDP 的16%，对名家打的经济贡献是真大。不过目前当地的生意工人逐个月的基本工资是无到台票2400，但食米燃油厝税拢起，真侪女工还讲加薪50%无法度应付一个家庭的基本开销。এত দামি জিনিসগুলো কমে দেওয়া, আমরা মধ্যবিত্ত ফ্যামিলির লোকেরা দেখেন জব করতে বের হয়ে গেছি, আর যারা উচ্চ লেভেলের লোক তারা তো নিশ্চয়ই নামি দামি খাচ্ছে।结果一寡无愿意接受调薪方案的员工，竟然是互资方洗头路，但是因是未凊彩放弃，反是继续伫咧街仔路抗争。名家仔主要是欧美快时尚的品牌大工，顶个月这品牌要写配合名家仔的总理哈西娜，同意适度来调起工资。不过目前生意业者当咧面对消化库存和全球经济放慢的压力，互名家仔顶个月生意出口是降14%，嘛增加一个调薪调真济的难度。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来看另外一场罢工，美国演员工会是已经罢工118天，总算是煞过啊。工会甲电影电视公司达成临时协议，内容是包含加薪水、甲影音平台分离权，也佫有限制 AI 唱因的头路。这劳资协议已经讲好势，罢工几啊个月的无收入的演员是欢喜甲跳起来欢呼，想到过去118天的坚持，真侪人情绪是真激动。We all have come together for a singular purpose, and we've all helped each other, and we knew we wanted to keep going until we got the deal that we deserved, and I think that this is it. 今年和好莱坞56款遮出现的编剧和演员共步大罢工，是1960年以来第一摆看的，目的是要反映影音串流时代，甚至结果爱合理提升，嘛防止 AI 科技可被替代演员和编剧。虽然资方影视制片人协会 AMPTP 的态度正硬，但是两大工会嘛团结无免让步。伫9月编剧达成劳资协议了后，演员工会嘛伫7月讲到满意的3年合约，总计但是超过10亿美金，提悬上低的工资。串流媒体分红，佮防止所谓分薪来抢饭碗的保障，比过去签的5份劳动合约拢搁较好。详细部分搁要等工会董事会和16万成员批准才会当公开，但是通过的几率真悬。With a unanimous vote, it seems like a very strongly backed proposal, especially given that the Writers Guild of America really declared an enormous victory with their deal. So it's imperative for SAG-AFTRA to feel like they're able to bring a really strong package to their own membership. 这场编剧演员大罢工造成超过60亿美金的经济损失，即卖演员总算会当开始演出来饲家。好莱坞的颁奖季嘛会当搁看到红毯顶悬的明星。不过真侪大片翕和放送已经延误，曝光了后，伫影棚的资源、演员和工作人员，可能拢会一堆人开始抢。对着年底假期，可能搁会乱一阵。公司新闻徐慧中编译。
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内阁支持率摔破3成，是有史以来上高的。不过岸田文雄是表示，要专心处理经济对策，无按算要解散国会改选。韩国朝鲜日报报道，美国一份名单观察讲，各国的政府敢有咧操控汇率。台湾甲中国拢互列入名单。英国《泰晤》报道，英国的内政大臣布瑞弗曼指控英国警方是偏心巴勒斯坦的团体，天因伫咧街头抗议。布瑞弗曼佫讲，这寡挺巴勒斯坦的示威者是去互伊斯兰的极端分子利用。昨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共和党掌权的美国众议院即阵是发传票，要调查总统拜登的家族，按说是要收集证据弹劾拜登。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国会巴勒斯坦的女性众议员特莱布讲支持巴勒斯坦建国、消灭以色列，这款言论是引起争议，去互众议院谴责。澳洲第2大电信业者张无名奇妙信号长超过12点钟，毋但这大众的电话网络被引击，连救护车甲警方的线路都断去，而且火车甲巴士的车帮嘛拢受到影响，买物件旅客嘛拢愈袂过。说来有真侪民众拜三一透早醒来，就发现讲无法度去咧网络，对上班到去银行办代志，拢总受到影响。Well, I can work, just that I can't get into the office because my office has a specific app which I need to download and use Bluetooth for, and because I can't open the app, I'm unable to get actually into the office today, so that's even more annoying. I'm looking for a bank, and when you can't go onto your Chrome or Google, pretty much you're lost. 原来因拢是澳洲第2大电信业者澳青通信公司的用户。伊讲，这间业者因为不明的原因，网络的服务是忽然间断线，包括手机啊、市话、宽频网络拢受到冲击，毋但拍乱一般民众生活的步调，连救护车和警方的电话线路嘛拢断去。中国造成明年本地尖峰时段火车和巴士拢袂当驶，真侪店家无法度用电子支付，生意是达5成。It started from very early in the morning, and then we just couldn't get any customer in. Everybody's paying like EPOS, but luckily we still have a few regulars that still carries cash around, yeah. And then we have to do some IOU to all my regular customer. 这场网络断去的噩梦是对澳洲当地的时间拜三透早4点左右，是一直到下晡要5点半才完全恢复正常。超过1000万人，大约4成的澳洲民众受到影响。业者目前排除受到网络歹盗的攻击，当在深入调查事故的原因。不过1年外前，澳洲通讯的网络捌被攻击过，造成超过900万客户的资料拢被偷提去。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中国的鸟禽是因的国宝，过去是订送鸟禽去世界各地拼外交。50年前，美国尼克森总统访问中国了后，都收到鸟禽做礼物。不过，美国各地动物园的鸟禽，这几年合约是烧煞到期啊。彰化火动物园就搁送3只转去中国。这伫咧2019年甲今年4月时阵，毛送几2只转去。目前美国是敢若剩亚特兰动物园会当看到鸟禽，而且伊每年合约卖到期。一寡合约无搁签落，除了因为照顾的成本真贵，有真侪人嘛认为讲，因为美中的关系变歹，所以讲就把这款上等友好的礼物送倒转去。华府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的镇园之宝大鸟型美香甜甜小奇迹这家伙仔，特别结束美国的生活，转去中国的消息。伫确定了后，动物园的鸟型区，逐工拢客满来看伊最后一幕的游客，甚至还佫袂少人是为其他州开车赶来，亲像是800公里远的北部密西根州。Don't want to miss it at all. We've been here like 3 times. This is our 3rd time in the last month, and enjoying every minute of it. 100 times. Yeah, there you go. You did what? 100? We went to the zoo 100 times. 现年25岁的美香甲26岁的甜甜是2000年到美国的，饲4只小鸟禽，陆续拢有送转去中国。留伫身边的小奇迹是3岁。华府的国家动物园投入几落100万美金伫咧鸟禽的照顾甲研究，特别是生团的项目。园方原来有架设24点钟的鸟禽摄影机，监控因的行为甲健康。当年支付50万美金的租金，予合作的中国保育团体。It is a moment with some heartbreak in it, but it is also a moment
of joy because we are celebrating the success of the world's longest running conservation program for a single species. In the more than 50 years that we have been working with these animals, giant pandas have been moved off the endangered species list. 1972年，美国尼克森总统访华了后，中共以大量险做两国外交关系友好的礼物，即马无要继续签，也互人解读是美中地缘政治关系无好。圣地亚哥动物园的鸟翎2019年回国，孟菲斯动物园今年4月离境。华府的3只鸟翎走了后，美国就敢若剩伫亚特兰大动物园会当看到这种古锥的动物，因的祖育也会伫明年到期。公司新闻汪慧文编译。美国保守的州俄亥俄州暂时通过一项公投案，把女性提囡仔权利列入州宪法。因为这拍提权这项议题是真受民众关注，真有可能嘛将做明年总统大选的一项关键。大家欢喜甲跳起来笑揽，美国对台权运动拜三得到重大胜利。对台立场保守的俄亥俄州，拜三有超过50%的选民公投同意甲对台权写入去州宪法。We've spoken and we stand here united as Ohioans in a historic victory. Across the state, we're going to bed knowing that we own our own bodies. 目前，欧洲法律敢若允准有先22礼拜前对台修正案，要允准欧洲医师伫挽救孕妇性命，也是为了健康，会当伫有先24礼拜后对台。这项公投伫美国最高法院会当互支持对台权的罗素韦德案1年外了后通过，意义正大。不过，欧洲共和党人士也是表示，要提出新的修正案对抗。实际上，对台权运动的胜利，毋若出现伫俄州，因为同一时间，挺对台权的民主党伫维吉尼亚州选举得到参众2院多数，有机会阻止共和党禁止有薪15礼拜后对台法案。伫肯塔基州，民主党籍州长贝希尔嘛连任成功。We need them all at the same time. I think it's reasonable to assume that abortion rights will be one of the 2 or 3 biggest issues of 2024, not just for president, but for governor and state legislators and U.S. Senate and U.S. House races. 专家认为，民主党伫地方选前小连续胜利，显示对台权议题也是对明年总统大选有关键的影响。不过，总统候选人的声势，敢会因为安尼会较悬，也有待观察。That includes Democratic President Joe Biden, for whom a lot of voters have concerns related to his age, as well as job performance in some key areas. For Trump, some voters expressed concern about the multiple criminal cases that the current GOP frontrunner faces. 随上拜登最近选情真逼，除了《纽约时报》进前公布数据，关键6个无稳赢的州的民调，拜登伫5个州输川普。CNN 初次公布的民调嘛显示，来做明年也是拜登甲川普要选，拜登会以45%比49%小可输予川普。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南韩即阵是当积极咧规划空中交通系统，预计2年后，2025年底，这空中的计程车会当开始营运，嘛会当互一寡较紧急的，亲像是送病院、救火、救灾，会当直接伫咧空中往回，争取黄金时间。这只小型的无人机为基地起飞，详细一看，无人机内底无人驾驶。这款由南韩独自研发的无人机第一摆出来，以每点钟150公里的速度来飞，未来会扮演空中计程车的角色。南韩会2010年开始建立无人机交通系统，政府伫全罗南道高兴郡建立航空中心，和民间业者研发甲试飞。因为即卖航空法令是用大型无人机做基础制定，起飞降落这规范拢伤过严格甲麻烦。南韩国土交通部咧推动将无人机排除在外，要对伊定制新的规范，要互无人机交通系统加做现实。南韩也积极布局无人机交通系统的基础设施。这亲像小型机场的停机坪，互乘客入关了后接受安检、高定机载送。停机坪边仔还有管控中心，随时监视空中交通、网络通讯、噪音甲无人机的飞行状况。特别注意的是，无人机交通系统是靠5G 行动通讯技术，所以管控中心周围监管会有无人机飞行负责侦测通讯品质，确认航道环境来维护飞安。
통신을 통해서 기체에서 운영되는 운영 정보, 위치 정보, 그다음에 비행에 관련돼 있는 거리 정보들을 수집을 해서 메인 서버에 있는 그 관제 시스템에서 이것들을 안전한 거리를 확보해주는 프로그램이 운영이 됩니다. 그게 교통 관제라고 하는데요. 掀开大南韩的无人机交通系统在高兴准的航空中心展开密集实测，明年开始就将实测范围转到人口密集的首都圈，最后进入人人去坐关卡。按算至2025年年底，无人机交通系统就已正式在南韩上路。到时阵不止10通段首都圈陆上交通应得到缓解。民众去看医生、运送货物，或者是应对车祸火灾这紧急危难，拢应搁较轻松来解决。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